連接油麻地同埋啟德嘅主幹道中九龍繞道將於12月通車。我早前去參觀，同大家分享3個重點。第一，行車時間由30分鐘減到5分鐘。目前來往東西九龍去到加士居道天橋經常塞車。新繞道開通之後繁忙時間來往油麻地同埋九龍灣嘅車程將由現時嘅大概30分鐘大減至約5分鐘。沿途幾乎不用經過任何交通燈，大幅減少九龍中部嘅交通擠塞情況。第二，鬧市中做大型嘅工程，但能夠減低市民影響。全長4.7公里嘅中九龍幹線工程，有高架橋、地底隧道同埋海底隧道，工程規模大，仲要喺油麻地一帶鬧市地底挖掘隧道，地面要如常運作，又要重置加士居道天橋，仲要顧及舊油麻地警署呢個古蹟同埋地標。面對呢啲挑戰工程團隊喺施工時係應用咗最新嘅技術，減低對市民同埋環境嘅影響。第三，擴大綠化公共空間。繞道工程除咗舒緩交通，亦都回應咗市民對公共空間嘅需求。中九龍幹線西面隧道出口上將建有一個大概32000平方米嘅圓頂平台，面積等於5個足球場，亦都可以連接至西九龍高鐵站嘅圓頂平台。而位於啟德嘅東面隧道出入口亦將建有約11000平方米嘅圓頂平台，為公眾提供更多綠化同埋休憩嘅空間。中九龍繞道嘅九龍灣段預計明年都會完工。全面通車之後連同將軍澳藍田隧道6號幹線將全面貫通。到時往來將軍澳市中心同埋油麻地繁忙時間嘅行車時間將由65分鐘大幅減至12分鐘，進一步係便利市民。政府嘅規劃同埋工程團隊嘅努力值得大家支持。請大家留言分享同埋廣傳，多謝大家。